这选战真闹热，平湖县的选战嘛真闹热。无党籍的县长候选人叶德林的指控讲，争取连任这个赖峰伟，伊即个话要求原境自修宿舍，又搁进去买分立电话钱，连起一个变数，就好赖峰伟后生讲是大发之手。对这款的批评，赖峰伟讲这是白白乌，白白报要讲你甲乌，拍算要甲告。随便啊，这个指鹿为马的事情啊，这个只会让我们的乡亲啊唾弃。用词真激烈来批评平湖县长赖峰伟了无奈，因为和无党籍平湖县长候选人叶德林指控凊彩只是环境办私人的代志。赖峰伟住伫县长所舍时，要求环境自首，搁伫3更半暝，互主警去斗卖分。伊的太太忙传啊主警替去纳厝内费用。毋但伊的太太指控主警，伊的后生忙指控看到地勤的环境去便所，都要谴责讲哪会家己凊彩离开。好好的约束自己的家属，好好的善待我们自卫警，警察也是有尊严的，完全没有分际哈。那当然很多乡亲都说哈，他不只有这种事吧，他前科累累，到处宣传的广告啦、看板啦、LED 的，其实都是用公帑。对这个电影出面批评赖峰伟公私不分，伊嘛出面回应。子虚乌有的事，而且呢，这个问警察就知道了，我们的同仁就知道哈。我一向对警察同仁都善待他们。叶竹林市长不要为了选举去做任何的抹黑。那我县长已经指示那将要采取法律行动。警方嘛用文字来说明，去问同仁了后无相关的状况，为着要维护首长的安全，有相关的规定，需要真谨慎来规划。随着选战伫要到啊，离岛地区。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